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第一波的大罢免，四甲大地全部无通过。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甲党主席赖清德请辞，已经核准。另外，周刊来压料，讲8月底会来进行着内阁的改组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讲，改组的部分尊重行政部门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无论如何谢大家。 向大家人行礼，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今仔日到立院，就先表达感谢甲抱歉，因为罢免的头一波24+1席选举拢总失败。那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面册嘛破文，正作党的秘书长应当承担所有责任，当已经向赖主席当面请辞。那立委沈碧阳嘛破文担责任，强调是家己唔对。这个罢团本身呢，它已经尽了这个所谓公民的权利，不管是扫街啦、站路口啦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今天出来的票数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显然协助者有一定的责任，这本来就是应该我们自己检讨的事情。那党团检讨就开嘛压了7月26日投票当日，总统赖清德甲党内的人做伙看开票，最后这个开票的聚会就成做检讨会。隔两天赖清德嘛阁调集府院党的高层来会谈，退缩落来施政重新来调整，传出8月23第二波的罢免，佮有台美的关系确定了后，就会重新来改组。其中红点名可能会将做新的内阁人选嘛出来呀，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，佮有外交部长林佳龙。改组的部分尊重行政部门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陪着公民罢团。不过8月23剩无到1个月，民进党要安怎协助罢团来挽救7月26日的声势，嘛好大家人关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